各位听者，咱今日台语沙龙教授虽然讲可能落雨小可较晚到，咱也是开始啦今日这邀请海岛音乐乐团团长4万来刚刚除了我看过袂少出的这个戏剧舞台剧台湾历史啦，是以前有改编几个台湾历史人物的这个故事加做这个舞台剧到时我论坛到时我就写伫另外所举办论坛咱希望嘛有这个差不多几啊出伊本身当然嘛是演员嘛是导演编剧啦编剧本身是宜兰人常常嘛是宜兰有演出咱真欢喜会当邀请这个少年的戏剧工作者，而且是台语真好的一个这个导演来甲咱分享，伊是安怎要做安尼的工作是伊的理念是安怎咱除了请伊分享以外，伊今日嘛提供一个读剧的这个材料当然请伊先分享有伊过去这个演出台湾的这个故事的戏剧的这个过程了伊会搁咱带咱来读剧安尼甲时间交互之外大家好我是海岛音乐的编剧、导演、团长、校长兼讲经。因为伫台湾咱这个艺术文化，尤其是剧团是讲表演团体要生存无简单，所以一个人爱兼足一项代志。除非我若是有后壁有迄个北区你甲阮支持我就拿做做较侪代志。希望有一天会使变成一个较大型的一个剧团我先问一下，有人来看过海岛音乐的表演无？在场的？有你也感觉好，阮的剧真正好看，把咱拍破一下。好，大家。阮海岛音乐为虾米会成立？这甲蔡徐坤本社有真大的关系。蔡徐坤本社，我毋知有敢有去过的人，我看一下好无？好。蔡徐坤本社伫迄个638路迄边伫迄是啥物？金华酒店的斜对面迄个所在呢，其实足特别的，就是你一个市中心边拢是高楼大厦，但是你伫迄个所在看到一片的超多一片的草原伫咱台林嘉边迄个所在你会看到讲哪有遮尔特别的所在？伫这个市中心内底，你去会感足安静的。我蔡徐坤本社的爱对我大学的时阵，对我大学的时阵开始讲起，你当时我大学一年我是读迄个棒球艺术大学，你当时读大学一年的时阵，去蔡徐坤本社参加表演，熟悉蔡徐坤本社，还有迄个小老师为什么要讲到讲阮的剧团的成立，甲蔡徐坤本社有足大的关系？是因为我伫遐开始做表演了后，慢慢了解一寡台湾的历史。但是当阵我的心内是感觉讲我读戏剧，我想要演一寡笑亏，互人看了足欢喜的戏。大家看了，他回去心情足好。但是去迄个所在了后，开始去了解一寡台湾的历史。但是这个台湾的历史，我当初就是伫想讲。咱较早的台湾敢真正安尼，因为你对细汉时阵读册，课本内底敢若拢无遇到遮个代志你会去想讲，敢是安尼？你会去怀疑但是慢慢去思考了后，你会感觉讲，为什么我较早读册的时阵，竟然无教遮个物件？
既然咱身为是一个台湾人，咱哪会无去了解台湾较早的代志？吼、所以呢，后来确实很多写拄啊，各位老师有讲到吼，有一个文化论坛，确实很多写文化论坛吼，伊专门就是你讲甲咱台湾有关系一寡文化人物，所以呢，伊本来是讲叫做论坛嘛吼，咱是像安尼用当做的方式。但是后来伊想讲，既然咱是表演的团体，无咱就用表演的方式咯。所以开始有舞蹈、有戏剧，戏剧的部分伊就问我讲，我今年要做这个戏，你敢有想要来试看卖来创作？今年的戏叫做乌卡贝之父，大家知影乌卡贝无？乌卡贝吼，因为我之前有问我较少年的吼，可能是。男生较了解可能是5、6年级生、7、8年级以下的人，可能就较毋知影乌卡贝是啥。乌卡贝有一出电影，我推荐互大家，足好看。迄出电影叫做《一只鸟仔好啾啾》，伊是一个小说改编的电影。这个电影是林正盛导演监制，应该是罗西出的。导演毋是，当然毋是本人，但是出电影真正足好看。你除了这出电影会使看到较早过去的台湾以外，你阁会使了解乌卡贝是啥物。那乌卡贝呢？以我的年岁吼，是你课本内底有写着乌卡贝，然后有讲到啥物会发乌你的司机会慢慢脱落。伊就是发乌了，坏死脱落，但是你毋知迄是啥物。后来你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了解着讲啥物是乌卡贝，就是较早你台南嘉义这个部这个所在，因为水的关系，有迄个重金属，当初的人毋知影啦有重金属伫内底，所以伊会沉淀伫你的四肢的末端，你重金属堵塞。会更，所以你就慢慢的坏死。但是你迄个时阵大家人拢毋知影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所以大家人拢想讲，这是一种阴病，因为你做歹代志，你顶世人做无好的代志，所以你世人才会得这款病。而且这款病是恐怖的嘛，因为你若是讲四肢坏死了，你爱去看病、看医生，你爱吃落长。就一直切，毋是讲你切了就好你譬如讲你的手切落断了你搁继续啉遐水，但是你会病，你的手会吹的所在嘛是会搁一直发乌，嘛是会搁坏死，爱搁一直切。所以人就讲这个病叫做分尸病。这个病是恐怖啦，大家人拢讲是阴病，你做歹代志，所以有着这款病人拢毋敢出来讲，所以拢偷菜。等伊真正去看病、看医生的时阵，已经是足严重嘛，就是你爱前期已经爱甲你的脚手切落断。咱讲到这个黄金河医师的时阵，咱先看一下黄金河医师迄当阵是有3个人，叫做五角地的铁三角，黄金河医师，还有孙立莲传道师，孙立莲传道师是外国人。阁有贾伟医师，贾伟医师是迄个保利的啦，这3个人同齐来做这件代志。因为当阵有这款病，所以我安尼想起来，我是感觉较早的台湾真好运嘛是，但是嘛有淡薄悲哀，就是足侪外国的传道师，也是讲外国的牧师来到咱台湾，做真侪对台湾真大的贡献的代志。医疗的是最大的一件代志，不管是在山地还是伫平地因做真侪的奉献，互咱的医疗更较好。但是我讲悲哀就是讲，爱遮个人来做咱台湾，才有法度，台湾人才有法度接受更较好的医疗。就算讲后壁的政府来台湾其实。对乌卡贝这件代志嘛是影响，一直爱甲
我会记伊的资料是写，因做了差不多20几年了后，国民党政府才来接手，要来处理这个学校，但是伊当初已经知影讲是水啦，所以才开始有迄个水龙头，因较早伊是啉迄个地下水，所以重金属沉淀吼。好王金河，因为王金河医师的关系，我开始去了解较早过去的台湾。我有做一寡迄个小抄吼，我看一下。王金河医师，迄当阵伊嘛是拄着第2摆，第2摆的时阵吼，因为我有做一寡迄个甲第2摆有关系的舞，嘛是你出出来不多写遐白舞吼，你会看到一寡资料是讲，迄当阵因为第2摆的关系，所以台湾人会去拍外省仔人，因为迄个愤怒已经甲无法度收出来的程度吼，所以看到外省人拍，所以有足侪外省仔是伊花规地的钱来遮来甲全台湾人，甲你拜托讲拜托你甲我保护，我遮钱拢可以。恁迄个时代吼，王金河医师嘛拄着即款的情形，因为你台南嘛，台南有盐场，就是拍盐的迄个盐场吼。伫迄个时阵，遮个盐场的杂官拢是国民党的人吼，所以呢，伊就是抱规堆的即个金银财宝来找王金河医师讲拜托，因为王金河医师迄当阵伊做医生啊嘛，所以你迄边算是较有地位啦，拜托你甲我保护。但是迄当阵，我感觉伊迄个时代吼，甲日本时代有淡薄相像的所在是讲，我即马提前来甲你拜托，但是你发生代志之前，因拢是看到人头打悬悬安尼，无来惨。但是发生代志时阵，甲你拜托，日月过去了，伊讲变成迄个模样。伫日本时代，其实你看遮个人的历史的时阵吼，嘛是会看到足相像的一寡代志，所以。王金河医师伊就咧想，因为伊嘛有去日本留学，伊去日本了后，伊就感觉讲，日本的日本人，甲台湾的日本人是完全无共款的哦。咱伫记者咱伫交往的时阵，伊就是像咱一般的朋友安尼，伊袂甲你讲头打我来袂使，但是伫台湾的日本人毋是，伊就是想讲。敢是因为殖民统治的关系，所以甲一个人扭曲，甲一个人的性格扭曲，因为伊是殖民者，咱是被殖民者，这是伊思考的问题。共款的代志吼，嘛伫苏明，大家敢知影苏明？苏明我去上今年已经100控议会吼。伊是咱台湾台独的一个先辈，大先辈吼。伊嘛是去日本足久啊。为啥物日本？因为伊伫台湾咧读册的时阵，伊算是因兜算足好个来。伫台湾读册的时阵，是甲日本的学生啊读做伙，是好个来。我有看到甲日本读同个学校哦，台湾也无台湾人是爱读较无好的学校，伊就甲日本人做伙读册，大家拢甲日本人相拍。因为伊讲，为什么你看我无？看我敢若是我是二等公民，你敢若比我较了不起，所以大家拢甲遐囡仔相拍。但是伊共款，若是去到日本了后，发现日本的人甲咱拢共款，但是有啥物台湾的日本人是无共款的，所以开始有这个殖民统治的这个概念出来。我嘛是伫做遮个人戏的时阵。开始慢慢去建构出我的台湾，我伫学校内底没有读过的台湾，还有迄个台湾的背景吼，所以咱如果讲到这个出事我拄少嘛吼，比遐的文化论坛，我就做了4个人的故事，第一个是拄仔讲到王金河医师，第二个是郭俊明牧师，郭俊明牧师大家敢知？前2阵仔过身去吼，伊是。为什么我写这个人格者吼？咱台湾人来讲，咱是讲对这个人真正是尊重的，这个人的人格真崇高吼。
咱拢称呼伊为人格者。那郭祖明牧师的故事是，伊嘛是足精彩的啦，伊嘛是去有去日本留学，伊去读神学院。去神学院的时阵要毕业的时阵，伊就听牧师讲，因为迄当阵足侪人，毋知为虾米可能迄当阵嘛是有流行，就是有足侪孤儿的。你迄个年代，因为你家己拢无法度饲啊，所以有足侪孤儿的。神学院足奇怪哦，即个要毕业的人，伊拢想讲，我毕业了，想要做的代志就是起一间孤儿院来收留遮个孤儿。迄当阵郭祖明牧师伊嘛是安尼想的，但是后来就听到后的牧师你讲，即马伤侪人想要做即件代志，你应该做一件甲人无共款的代志。伊就想着讲，你嘛对哦。伊就听到即个牧师讲吼，咱即马山地宣教，去山地内底去甲人传教、传基督教、传福音吼，这拢无人要做，为虾米？因为迄当阵要去山顶是最困难的代志，山顶拢是原住民，这个原住民吼，有诶会出草嘛吼，你可能有去无回啊，其实第一个最危险的，佫最困难的，佫来是语言未通。因讲原住民的话，所以你若去遐，你要甲因沟通的时阵，你就爱去学原住民的话。后来，郭祖明牧师就想讲，好，安尼我要来挑战这个困难的代志。伊怎啊去阿里山？迄边是州族，大家敢知影高医生？高医生，日本时代有一个阿里山州族迄个算是足早就接受咱的教育的一个算州族内底，伊嘛无算是头目，但是算是带头的人吼。高医生，大家咱知影高慧君、高蕾雅对无吼？迄个明星嘛，歌星，这是伊阿哥高医生，伊嘛是州族，就是阿里山州族的吼。伊州族遐去遐宣教啊。有一件代志足趣味的，因为遮个原住民兵公司嘛，无看过本地人生做啥物模样。有一天，郭祖明牧师就是拄好落大雨，伊就走到遐去了后，伊就讲歹势，你借我换衫者，因为我规身躯拢湿落咯。伊就换一束困衫出来，因为伊讲穿一束困衫，伊毋知影讲会落雨，所以就换一束困衫出来。伊出来了后，遐原住民怎讲去？哦。郭牧师，你的衫哪遮尔好看？结果，即阵原住民就讲，无咱同齐来定做即个衫吼，以后你要来的时阵，咱就拢穿遮个衫。但是对伊来讲，迄是因无看过的物件，这是一个文明的进入。对伊个原住民的部落，好过遮个衫，所以伊感觉这是足好看的衫，这是。伊内底拄着一款代志啦，伊山顶宣教过一阵摆了后，伊早愈来北地来玉山学院吼。为什么咱要讲到郭祖明牧师呢？因为伊后来有做这个台湾基督教会的总干事，有咱伫1971年、1973到1977吼，这3年。台湾基督教会有发出3届的这个声明，3届的声明，为着台湾。我看我的小抄一下吼。第一摆因为退出联合国，所以强调移权，佫要求咱的这个。人民的代表吼，立法委员是遮个代表爱全面的改选。第二摆1975年，因为禁止罗马字的圣经，罗马字的圣经就是除了台语，佫有原住民的语言，国民党禁止恁读这种地位字的圣经，所以因就出来。
啊，因怎出来安尼听有？嘿，因怎出来反抗，讲为虾米？因为宪法有保障基本的人权，逐个人拢有享受使用家己语言、敬拜上帝的权利。啊，这嘛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到1977年是美国甲中国要建交，所以伫烦恼讲中国是毋是？中国是不是安尼？所以来并吞台湾吼？啊，伊就来宣布一个人权宣言，台湾的将来吼，应该由咱台湾人来决定。而且上重要一句话，爱互台湾成做一个新搁独立的国家。这是咱台湾第一届有出现独立这个字，这个概念出来，台湾有啥物要独立？啊，嘛是因为安尼，所以中国教会这3摆的宣言，所以就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对遮开始。啊，隔年就发生美丽的事件，啊，搁林宅血案，大家敢知那个迄个林义宏因兜的迄案，后来高主任牧师就叫掠去关啊。为虾米？因为美丽的事件，所以伊协助迄个施明德逃亡，煞去互掠去关了4年外安尼。好，啊，搁来讲到苏明吼，苏明的故事真正非常的精彩。苏明我介绍，因为伊的故事对日本，过去甲中国，啊，搁转来台湾，啊，搁去日本，啊，搁转来台湾。伊的这个故事是，咱下讲是，要安讲是种间谍爆片的迄种情形啦。因为我拄仔讲嘛，有啥物伊伫台湾读册，感觉到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人真无好，所以伊想要去读间谍。伊怎走去日本？啊，迄个时代我去日本嘛吼，啊，所以就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读了后，就感觉讲，咱遮伫日本的日本人对咱拢足好个啊，爱就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是民统治的问题。后来拄着战争，了后，怎学校怎停课？啊，伊就讲奇怪，为啥要停课？因为吼，伊身边的同学全部拢自愿去做兵，为着家己的国家。啊，伊就想讲，我的国家咧，我是不是嘛爱为着家己的国家去奉献？结果伊当阵想讲，我的国家应该是伫中国，伊怎走去中国？伫迄个时代吼，有2种情形，一种是我感觉我是日本人，一种是我感觉日本人伫欺压台湾人，所以我应该是中国人才对。所以迄当阵伊就走去中国参加，咱讲参加共产党是毋对的啦，因为伊一世人拢无参加共产党，但是伊去作为情报人员，就是咱讲的007啦。但是无甲007遐厉害，讲拢袂死迄种。伊就去参加地下情报人员。去遐了后，做一件代志，我感觉对我来讲是足佩服伊，但是这可能对伊来讲嘛是一个人生的遗憾吼。因为苏明伊本来姓林，伊叫做林朝辉，但是伊生出来了后，因为伊妈妈这边无男丁，所以伊爱为伊妈妈这边团协会怎去姓施，所以咱大部分听到拢是伊姓施，较济就是姓施，其实是伊妈妈迄边的姓，伊要对为伊团协会，啊，结果伊去日本嘛，去中国嘛，去参加迄个做地下情报人员，伊就感觉讲。若是因为伊迄个地下情报人员，迄当阵的状况是安尼一个查甫配一个查某，2个人一组。啊，有当时你会假做你是夫妻，也是讲你是兄妹啊，安尼2个人一组安尼来行动。啊，伊就看到足侪案例，就是讲有个人日久生情，怎大巴肚，啊，遮个大巴肚
啊有家己的人吼，伊就无法度继续做政府人员，伊可能就是爱伫当地遐，可能就是做一个咱讲的迄种文书职的工作。但是对伊来讲，我想要做搁较济的代志，做搁较大的代志，所以我要避免这个情形发生，伊怎结扎？结扎的意思就是讲，伊妈妈这边就无结束啊。伊遮都无法度传承到这一代吼。啊，这件代志，我想对伊嘛是一个真大的遗憾，因为伊安尼伊嘛无法度有囝儿逝世，吼。啊，去中国了后，伊经历一个，咱较常听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但是搁较早是叫做人民裁判，人民裁判就是甲红卫兵迄个时代是足相像的，甲地主掠迄种一群人甲围着，有诶掠刀，有诶掠，反正有啥物武器就掠啥物武器吼，就讲，就你甲伊审判，为虾米你安怎，我咱无好他遮，啊怎？有诶是讲，甲伊诶朋友，拢嘛是叫伊你诶边仔咧，讲为虾米你无去好好甲伊，就是意思就是讲，为虾米你无去甲伊阻挡，互伊继续安尼，互咱拢无他遮，啊伊足好掠的，所以伊就甲刀摕互伊，来，你甲开一刀，啊，搁摕茶互另外一个人，来，你甲讲一个，就安尼，即个人就叫伊身边的遮个朋友，也是。伊个邻居吼，就算讲你无想要做，你嘛一定爱做，因为你无甲抬，我来抬。啊，伊就是看到这个情形，伊怎想着讲，我敢真正是中国人，毋是，我毋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因为伊去日本读册，伊是信奉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吼，伊足介意这个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伊甲去中国参加共产，想要参加共产党，但是去遐了，伊看到共产党根本毋是社会主义。伊才想讲毋对，我无应该来遮，我爱倒去台湾。所以伊甲讲，伊一世人拢无参加共产党的原因是安尼，因为伊根本无认同这个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后来伊就逃亡，嘛无算逃亡啦，就是伊爱逃走倒来台湾。啊，迄个逃走的过程吼，就是因为有足侪关卡，啊，你通过这个关卡，你拢爱有一个字条，就是意思就是通行证的，对吧？但是你若无通行证，你就无法度将你的份拿起来，所以你就伪造通行证，最后甲走转来台湾。哦，啊，走转来台湾了后，你当阵发生200，发生2年了后吼，伊一转来。就足可算的哦，有一群人来找伊，伊就讲，请问你敢是市民？伊讲，迄当阵佫还袂叫市民，迄当阵佫叫做市调会吼。伊讲我是啊，你是毋是去大陆做迄个地下情报人员？讲对啊，安尼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就是你甲我看要安怎暗杀迄个。周金光，因为迄个时阵，大家人都开始咧布管啦吼，200发生了后开始咧布管，想要暗杀周金光。伊就讲好，日本人倒去，因为日本人战败，倒去日本了后，伊有留一堆的武器，所以呢，伊就讲咱去甲遐个武器甲收转来，啊，咱造武器来，才来做一件代志。但是后来有一天。伊就感觉讲，看到阮兜的门口哪有一个人掠去，这个人从来毋捌看过，伊就知影讲啊，安尼毋对啊，这个人就是因的计划去互发现啊，所以伊就马上下一个决定讲，我莫去害着其他的人，我赶紧逃亡，啊，即个尾长起来，就走去日本，吼，伊就去坐迄个金蕉船吼，比家人较早咱台湾的金蕉拢外销去日本嘛吼，伊就坐金蕉船，伊就插伫金蕉的内底。伊当阵吼是足刺激的哦，就是讲
这个船要开之前，就有国民党人来遮找啊，找到要找到的时阵吼，拄好船要开啊，所以就倒尾一劫坐迄个金蕉船坐到日本去。但是代志毋是安尼就无啊吼，去到日本了后，市道请来追路船，有2个警察来找伊，日本警察，因为感觉这个人敢若怪怪，就来甲伊讲话，讲你是对台来的。啥物安尼吼，伊就讲，我就记伊讲对台，伊就凊彩讲一个地方，我对迄个啥物所在来的吼，要去倒位啊。警察讲好，要走的时阵想想毋对，安尼你的船票，你的车票我看卖，无车票嘛吼，就捡去，就捡偷去了后，伊就甲政府拜托讲，拜托，毋是政府甲警察拜托讲，拜托的我是台湾的政治权。因为咱应该常常听到一个4个字吼，叫做政治庇护、政治庇护。政治庇护的意思就是讲，我对政治我无办法的想法，我嘛你爱尊重我，毋是讲你下中比我一定爱甲你有共款的政治的想法。所以我去外国的话，外国的国家应该爱保护我，我有这个自由。伊就甲警察讲安尼，就讲你日本应该爱保护我，有政治的庇护。但是日本人讲，但是你无法度证明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只好想要甲伊送到去台湾。伊当时我就想，伊就想讲，安尼送到去台湾就阮死无活，伊就准备一支迄个小刀吼藏着。讲真正要送回去的时阵，我就切腹自杀。结果要送回去的迄天。伊就足紧张，我想讲系啊，结果迄个警察局长就走来甲伊讲话，伊就甲伊握手，讲恭喜你，台湾政府来寄迄个资料来日本吼，讲你是政治犯，要叫我甲你送倒落去。哇，政府来啊吼，所以日本就无甲送倒落去，伊就回来去日本，但是伊去日本就离遐点50年，无法度回来，因为变成乌名单。后来甲转来台湾安尼吼，书里面故事足精彩，足济吼。过来，地南洋应该大家拢知影吼。我迄年2013年的时阵做即出戏的时阵，地南洋即个字讲，即个名字讲出来较无即马遮尔侪人知影。但是即马已经大家拢知影，因为人权自由嘛吼，所以地南洋的故事较袂讲甲遐尔济。地南洋做三件，应该是讲，毋是讲做，伊有三行动是对咱台湾影响上大，嘛是伊一生内底较上大的代志。第一件就是反戒严运动，因为咱较早有戒严吼。伫37周年的时阵，伊就感觉讲，毋对，有啥物咱即个戒严阁无法度停止。抓伫中山市遐来抗议，真济抗议，因原本是想要游行，但是去互警察围伫遐无法度出去吼，怎？大家伫遐真济伫遐抗议。即个中山市即个行动，伊叫做519绿色行动。迄个时阵嘛，最好耍的，因为有几个人伫遐讨论嘛，讲咱即个行动要叫啥物名？头先是讲叫做1000万人抗议戒严运动，我听起来敢若是有气势吼。结果是毋是敢毋对？因为如果你若是要做即款的运动，应该是愈简单愈互人有迄个引起人的共鸣愈好，所以应该再甲名换做519绿色行动，用一个较简单的诉求来去讲这个行动。第二件是迄个28和平日促进会，28和平日促进会，因为迄当阵伊去互掠去关，被去诬告去互掠去关嘛。伊关的迄个房间的号码叫就是2280，伊就去想着即件代志，28迄当阵是。几周年我也袂记啊，吼，
伊怎想着讲，咱爱为着咱台湾人，爱为着遮个受伤的人、遮个受苦的人来出来替因讲一寡话，但是因是用游行安静的游行甲遮个受难者上香，甲致歉的方式，毋是讲去抗议讲政府就应该安怎，伊是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来去悼念咱遮个死亡的人员，一直后来才慢慢开始有一寡228的迄个纪念碑啦，开始慢慢伫其他的所在有出现。伊即个游行是去全台湾，但是迄年有一个情形就是安尼，因伫遐游行，你会发现到边仔有足侪人是秘伫甲迄个门拍开一点仔窗伫遐看。我是感觉足感伤啦，因为你要去纪念，也是讲要去替你家己的，可能是你的亲友，也是啥物人去替伊祭拜，你拢唔敢，你甲你边仔偷偷伫遐看，偷偷流目屎。我是感觉迄个画面，我感觉是足对咱台湾人来讲是足感伤的一个情形。但是伊嘛去一个院士嘛，去互，因为国民党无可能就是安尼互我你遐游行，你遐讲228，所以嘛是向拍，向牵石头，叫警察来，拍到就是头破血流安尼，但是伊嘛是继续做。第三件是咱较无遐直接听到新国家运动，刚我拄仔讲到迄个郭志明，伊第3代的人权宣言内容有淡薄仔像，我们要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就是差不多这块的概念。然后我们要全面改选咱的民意代表，互咱台湾更较好。这3件代志是地南用伊咧做的内底，咱认为上代表性的好，过来就是讲到228，就是讲报228，我有做拄好讲到迄个舞蹈嘛第一寡纪念的舞，因为舞蹈可能无法度甲大家安怎解释，有一个舞叫做塔，一座高塔的那个塔。这个舞的概念就是讲，为什么要用塔？我就去用迄个音架起一座差不多3站楼高的一个塔安尼，表演者顶悬，搁走落来的塔的。为什么要用这个塔？因为我感觉228对咱台湾人来讲咱敢若就是伫228这个塔内底，伫关于内底，毋知为虾米，就算讲无经历过228的人，敢若嘛去互228这3个字关于内底，无法度出来。所以我咧想讲用这个概念去编这个舞，搁用头因为迄阵阵我咧想，我家己伫思考啦，迄个年代。是不是外口做个唱声的唱声会联想到头仔声，所以我就咧想讲，敢袂记迄个年代的人，只要听到头仔声就惊，因为头仔声甲哪唱声咧。后来我就看到一首诗，是迄个瓜基华、柯奇华以下一首诗我印证了我的想法。伊第一句就讲。第一句安怎讲？请毋通放炮，听到炮仔声，我会啼笑。这是头两句都安尼写。
我一看到我就敢若恐电着啦，看我就真正迄个时代就上个，所以就用炮啊，用一个塔来形容这个物件吼。内底有一寡角色，有一寡台词吼，所以我念互大家来听。有一个角色是叫做柯调中，就是柯孝顺、许孝顺伊阿公，伊较早伫暖，伫做应该是火车站的，毋知是副站长还是啥物，反正伊嘛是28全受难，吼。这个台词是柯调中的太太伊讲的。阮头家出代志迄一年7月，我才生我上细汉的查某囝。生的迄透早，囡仔一出世，亲像歌戏咧搬，我耳仔抱起来就哭，囡仔一出世就无老爸。找翁的心情是真艰苦。阮爸爸去海边仔是尸体就一块浮起来，毋过拢毋是阮的人。有一摆，我行到家人和平岛去找，看到海清冷冷，我想家己真歹命，实在真艰苦。我倒面对着海，想讲要来甲冲落去，死嘛较袂艰苦。这是柯调中伊的太太。搁一个是陈金宝伊后来叫庆山嘛，伊有遗书，为12万市民来死，我感觉非常公平。友好母亲，兄弟姊妹一定爱团结，加读圣篇册，光宗耀祖，摕出来一部分的物件。去来做所费，生活正直，爱甲母亲互相体谅。查某囝骗女的分数，任其自由，时局艰难，请姊夫甲姊夫帮忙看顾，观察简单就好，爱踮伫桌上的边仔，祝福母亲甲亲情大家身体健康。这个遗书我感觉是足经典的，因为但我毋知大家敢了解，应该是几年前伫28即个景美国家人权园区有办一个活动，叫做被遗忘的遗书嘛，一个遗书展。这个遗书展是。因遮遗书是白色恐怖时来遮写的遗书，但是遮遗书是经过50年了后，甲摕甲遮家属的手顶管。为虾米？因为有一个受难者叫做我袂记，我袂记吼，但是伊的孙女。黄文强遗书啦。黄文强伊的孙女有一天伊就去看迄个蒋介石的迄个什么展，公文，有一寡公文的迄种展览，伊怎伫迄个其中的一个公文内底看到，内底哪有夹一张遗书，一看是伊阿公写。伊怎惊就讲为什么阮阿公的遗书会伫遮？伊怎去要求讲我要甲这个遗书摕落来？但是政府讲这是公务，为什么是公务？这是阮阿公写我的遗书为什么是公务？所以就伫遐来去经过3年了后，总算是甲遗书摕落来，嘛甲其他的受难者的遗书送转去互伊的因兜的人。经过50年了后，摕到遗书。咱拄仔讲的这个黄文公，伊的妈妈从来毋捌看过伊爸爸写啥物模样，因为伊爸爸伫写这张遗书的时阵，伊搁伫伊妈妈的腹肚内底，伊搁伫腹肚内底。但是伊看到这张遗书了后，伊
感受着讲，原来我嘛是有老爸，迄个情感对遮怎出来？啊，这是对我来讲是咱无法度体会，但是嘛是真悲哀的代志啊！为什么我想要甲你讲的代志，爱经过50年，我爱经过政府的同意，我才甲这张遗书摕倒来吼。啊，这个其实你若有去参加这个遗书展吼，你会看到每一张遗书拢有一个共通点，伊拢无去写讲这个政府安怎就安怎，我感觉我是不行，啥物啥物，抱怨的东西都没有。咱会看到讲，伊就是你交代引导的啦。啊，上重要的是，厝内人身体爱健康，你来好好啊保重。啊，还有一些，佫一个共同点，我嘛感觉，伫迄个时代真正是最难得的，就是咱拄有讲着嘛，迄个真正不会甲伊讲，查某囝退伍的分数任其自由。但是对于迄个年代，大家拢知影讲，女权是比较弱的吼。啊，你查某囝的分数，也是讲你查某囝对于你的另外一半，也是恋爱，迄当阵无啥物自由恋爱的代志。但是咱你遮个遗书内底，常常看到即款代志，讲对你的查某，对家己的查某囝是讲用开放的态度，啊，互伊去用开放的方式去过伊的生活。甚至佫要求我伊家己查某囝讲，你着一定爱，袂当我靠有查甫啦，你爱家己爱自立自强，有即款的观念出来吼。所以我感觉啦，伫迄个时代吼，毋是讲真正遐压抑女权，迄当阵真侪迄种女权的思想已经在萌芽了。就是你遮受难者，咱常常讲，遮受难者，咱经过2摆，经过是通过一寡台湾的精英，拢向台了。我咧想讲精英不为过啦，因为一些新的观念可以让他对因老来物件看到，搁较进步的物件，搁较进步的思想观念，拢会对遮出来。好，过来。搁有另外一块舞叫做那些活下来的，该挖落来，这嘛是200个舞。啊，为什么用这个主题？因为咱大家常常去看200，还是看电视广播，咱都会第一个看到就是受难者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你会发生这样的代志？为什么你会收看的去在案件内底？但是除了这个人以外，其实伊身躯边伊兜的人。也是讲其他的人，收看的遮个人，因后壁的生活安怎？咱敢若拢真少，较少去看，毋是讲真少嘛，是真侪人咧救，但是咱大部分第一个看到就是受难者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我即个舞就是想要去看咱这个受难者的身躯边的人，代志发生了后，因安怎过生活吼？我先讲第一个，这个是5条日，就是台湾新生部的总经理，伊嘛是受难，伊的查某囝伊回想迄天的代志吼，国民党来迄天，阿爸举国旗甲厝边头尾去迎接，规个家人甲摕甲叉，有为台中来的，为台南来的。阁有人为高雄来，阿爸讲迄天有个人广告，有个人人西，全部的人阁做伙唱国军欢迎歌来迎接。这是国民党来的迄天的情形是安尼，5条日，除了5条日以外，真侪台湾人拢是足欢喜做国的来。但是来了后，怎失望？因为咱常常看到做侪资料吼，拢是也是我伫写这部分的角色内底吼，伊拢有去讲我真欢喜去火车头遐看，去等遐个阿平哥要出来吼，结果出来了后，看一个怎忘记，因为较早日本伫统治的时阵，看到日本的军人拢是
穿甲就真济嘛吼，啊有威严安尼。但是这个国民党的阿兵哥出来怎啊？为了摕弹弓啊，来为迄个衫裤拢就是看起来去食就对啦。没有那个军容，所以去演讲的人，真侪人拢有这个，拢有伫讲这件代志。后来才造成大家人对国民党的失望，对遮开始，第一印象开始就安尼啊。好，还有一个是单人 B， 这个是台中的武装部队的一个其中一个人吼，迄当阵咧读高中尔，因为2日摆发生，所以全台湾足侪所在开始有武装部队，规个拢真侪拢是对学校内底开始，因为迄当阵的少年囡仔感觉我应该爱为着咱台湾来做一寡代志，啊，迄当阵伊就回想讲，迄当阵是安尼。迄时真乱，有人看外省仔就拍，有个外省妈妈也是卡回收，内底拢台票。伊讲拜托，保护我囡仔，阮无收伊的钱，嘛是互伊一摆，因为一摆我变成国民党的黑名单，想当时我嘛干若是一个囡仔，学生囡仔尔，煞毋敢搁发展家己的愿望。我本底想要做医生。啊，毋过即世人是无希望啊！这是2日发生了，咱拄有讲着嘛吼，摕钱，外省人摕真侪钱，叫台湾人拜托以后保护的情形。啊，过来即个吼，林某生是长荣中学的一个老师。啊，这个林某生吼。较早高俊明嘛是读长荣中，高俊明，高俊明嘛是读长荣中学，所以伊对这个林某生是真有印象哦。林某生的查某囝就讲，林某生嘛是送案，后来我才知影，阿母甲所有的计算卖了，为着要饲阮这几个囡仔。伊常常鼓励阮爱去学校，因为同学老师拢讲，恁爸爸叛乱是非典，阮遮个囡仔就大家甲人相拍，孝咧返去厝，无想要搁去学校啊。阮阿母拢半暝蹛伫个眠床底七目屎，毋敢喊出声。听讲有个人靠较青年，有个人起笑，有个人跳楼，有个人跳海。阮将来毋捌特别去记这个日子，啊，毋过看到阿母哭到遐尼伤心，就知影即天又搁到啊。这是因对2日班，应该说2日班对伊影响，甲因后来发生的代志。好，除了这以外吼，海岛英雄，因为为啥物要叫海岛英雄？我希望搬因咱。即块土地，即个海岛顶悬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咱爱关心咱的土地。啊，因为我家己是宜兰人吼，所以我就伫宜兰遐创一个活动，叫做宜兰归土艺术运动，用咱艺术表演的方式，咱甲咱宜兰在地真侪表演团体拢甲合作伙，啊，佫有 NGO 团体，咱当地用即个活动来表达咱对土地的关怀，咱。除了表演以外，咱嘛是用演讲的方式，讲咱即马在地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咱应该爱去关心。这是宜兰归土艺术运动。啊，过来就是推广母语吼，因为阮的戏拢是以台语为主。啊，希望因为对我来讲，台语是我的母语，我嘛希望推广我的母语。啊，我嘛真介意，譬如讲客家。还是原住民去讲家己的母语，因为甲土地意思同款嘛。咱既然是生伫即块土地，咱应该爱去关心咱家己的代志。好，这是搁较早进前吼，
伫国声音乐节，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吼。伫第2届的国声音乐节时阵，迄年伫厝里，迄年迄个主办单位就想讲，咱来做一个甄选，这个甄选就是来选剧本，互大家来投稿吼。你写一个甲自法有关系的剧本来投稿，最后选一个第1名的出来啊，邀请我来去制作一出戏，用这个剧本为基础吼。啊，你敢知影这个岛上的百合花台语，你敢知影哪讲？山赞花，哦，岛上的山赞花，潘木基伊是家己的人吼。一个意识，这个剧本啥写的？你敢知？这个剧本是施佑熙，施佑熙是施明德的查某囝，嘿，伊写了这个剧本，迄年阮就做这出戏，潘牧师，咱拄仔讲到陈澄波嘛吼，陈林科、潘无基、郭阿林，因遮的家己的，咱。应该讲是迄种意外，但是你迄个火车头前去互清杀，去互清杀了后，尸体你遐袂当摕倒去，就伫遐放伫遐，互大家看安尼，杀鸡儆猴的艺术，对吧？潘牧师医师这个所在吼，是因嘛是遭受真大的迫害吼，因为迄天。伊的一个后生嘛伫路的去互清杀，伊的第3个后生看到因老爸伫遐去互清杀了后，怎撞去，甲因爸爸抱的，甲潘牧师抱的吼。潘牧师，你讲话讲袂出来，因为伊讲迄手机对后壁入去，但是胸坎规个拢爆甲一个足大个，就后壁是一空细细空，但是对头前遮安尼爆开。疼甲闹规个海拢流落来安尼，伊看到讲，就是无法度，我们没办法想象嘛，那是一个地狱的景象。伊怎讲你甲伊爸爸的下巴给杀倒转去，伊爸爸就大安尼就过身去啦。这是迄天的情形是安尼。潘牧师医师吼，有一个。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我伫做遮个戏内底吼，拢一直看到一种过去台湾的价值。包括这是我的戏内底一直想要表达出来的物件。咱较早的台湾的人，毋是讲即马无啦，是即马可能媒体啊是啥物件一直伫报，然后拢是用迄种盈利，也是讲用比较较公益的方向伫讲咱。少年人想要创啥，要趁钱啥，还是讲，所以看起来拢为着利益伫走走。但是过去吼，像潘牧师医师，也是迄个中华迄个医师叫啥？赖和医师，伊拢有一个共同点，然后王金和医师吼，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做医生。我是要来服务大众，毋是要来趁钱的。服务大众就是讲，有钱的人我甲你收钱，无钱的人我就写字条先写的吼。等你有钱你再来还。你若真正无钱吼，到年底的时阵，我就把这个字条收掉，就当做无即件代志。你就伊嘛知影，因为要甲为啥要甲收掉，就是伊真正无钱嘛。你无钱，你讲你甲伊讨这个钱嘛无意义。因为伊是想要服务大家，咱即款的行为吼，迄个圣母医院嘛，大家嘛知影吼，圣母医院嘛是共款，较早圣母医院嘛是安尼，就是我来遮看病，我无钱我就写字条，但是无钱较现，共款小条安尼，这是我感觉迄个时代的迄一个价值，是一个。咱要哪讲？一个足纯粹、足善良的一个价值。我感觉这个时代应该爱把这个价值一直讲出来，互咱大家知影，搁
佫有互咱大家去感受迄个时代的善良的部分。这个塔讲过啊吼，天在民主的灯，王天丁，王天丁，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吼是有一个插曲啦，因为王天丁伊嘛是去当阵伫台北嘛是做议员，后来去用听讲就是去用抓去了后失踪，听讲这个人王天丁去用人去游会休息，但是这是无真正正确的证据，这是一个传说。伊的故事大概是安尼，但是我讲有一个插曲，就是讲我是伫中山堂，因为迄天是28的暗会所以我去中山堂去演这个演出。伊这个演出后来演煞了，马英九来啦。马英九来出现伫这个场合伊就无讲话，但是伊伫迄个活动了，伊甲讲，伊的意思就是讲，我已经袂记迄个话是安怎讲啦，反正伊的意思就是讲，我们要忘记过去，展望未来的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就对了啦迄当阵，光辉老师嘛伫现场，大家听了足生气的，因为伫这种场合，马英九来下指导棋，会感觉啦因为伊记得到过去其他所在讲了一模一样的话，所以我想这是有一个安排，要去讲这个代志我感觉经过这个戏了咱对我会看到是一件代志，足侪28的受难者，还是就是包括受难者，其实足侪人嘛是支持国民党。对咱来讲，咱会讲咱无法度理解为虾米迄个亲人去国民党害死，这么惨凄惨，你搁要支持国民党，我嘛无法度理解，但是。伫迄个时代遮会去害死的人，比如讲王天丁，伊嘛是国民党是不是因为安尼，所以伊的后代甲国民党嘛是无法度，这我嘛无了解。但是因为王天丁个一个哥哥叫王水柳王水柳伊就毋是支持国民党的，有常常看到即款的事情这。我搁去慢慢厘清那个中间的线索，为虾米恁遭受国民党批判遐严重，但是恁嘛是搁支持国民党？那些我下来的都有讲过好，人权作品，阮今年伫做一个物件叫做人权游台湾，其实阮对。2014年就开始做人权的戏叫做人权戏剧座谈。伊到今年，我刚改做人权游台湾，人权游台湾，因为较早咱做这题时第一年伫台北提出，伫选选多下；第二年我就去转到宜兰去演，伫迄个林义雄先生迄边的主拿基金会伫遐演出，就是。一出戏演两个关系，但是后来是觉得讲，你一出戏既然有开这么个时间，开这么个钱来做一出戏，佫受到其他关系，其他人看到讲，你他来我遮演，还是讲你他去遐演，但是你早一出戏去办关系演，迄个成本是足悬的，所以讲无法度去后来才想讲，好啦，无咱今年就来做这人权游台湾。家己出去早去规台湾来演出，佫邀请各位邀请受难者，是邀请这个就是讲部2班，甲人权有关系，也是研究者来坐谈，来甲观众分享。所以，阮今年就做人权游台湾，宜兰场演线5月，线落是后礼拜后礼拜是家人场，好啊，大家毋是倒过来的，咱台北场嘛是佫有。
有一个是台北场，啊，佫有新北市，新北市是比人权国家人权园区啊，比较演吼。哦，咱第一年吼，这个人权的戏，第一年是演，毋是哦，这个是人权戏剧节人进前演一出绿岛的月，就是咱拄仔讲到迄个遗书展，遗书展迄年，因为咧用这个遗书的这个元素来去做一出戏，所以搭配这个活动，所以我就演了一出戏叫做。绿岛的月，绿岛的月演三个人的故事。一个是蔡坤林，蔡坤林伯伯，如果有去人权馆的，应该大家拢知影吼。蔡坤林是王子杂志社的负责人，啊，伊有一件往事最趣味的是，大家敢知影迄个红叶少棒队，咱台湾的迄个少棒上对遮开始发光发热吼。红叶少棒队，伊迄年就是无钱去日本参加总冠军，结果伫报纸顶面就看一篇啊，讲红叶少棒队没有资金可以去日本。红叶阿因蔡文林这个王子杂志社看到这篇报道嘛，讲安尼阮载恁因走去台东吼，载恁来去台北，来去坐飞机。反正伊就是想咧，互这个红叶少棒队他去比赛，所以因怎甲红叶少棒有一个渊源，怎互红叶少棒他去参加比赛，这是其中一个插曲。第一个是蔡坤林先生，第二个是欧阳文，大家欧阳文是一个伟大，欧阳文迄段故事就是咱定定听到不可思议的故事是，伊有一天去用。抓咧，再去一间房间，目睭往咧，嘛毋知影啥物房间。入了，边仔做侪声音，边仔起厝，伊就想讲，边仔敢做侪人个哦。伊就讲，你着摩登验盲肠炎吼，你爱开刀。但是就讲，我身体就好个啊，我若把无听，无安怎，为啥物你讲我摩登验，拢无爱听着甲，为迄个病床顶管甲拔起来。开始惊就即个人挖过来的声音安尼，目睭嘛往咧吼，拢毋知啥物代志，伊就感觉有人手对伊个都甲刺落，敢若疼疼，结果有感觉有刀仔伫伊个巴肚顶头伫遐刮，开始刮吼，甲巴肚刮开，用手吼，伸入巴肚底，甲伊个肠仔都扭出来，伊就。这个声音，我想大家人无人听过吼，听到家己声音，在咱都会声哔哔啵啵，都可以像是安尼，扭出来咧哔哔啵啵的迄种声音。伊怎规个听起来？结果这个过程全部拢无自发声吼，拢是迄个足疼的感受，伊拢足清楚。但是最后，佮甲迄个肠仔都踢入去了，佮甲甜甜的，怎甲送落去？送落去了后，发烧遐死，好佳在后来无死，才有法度出来去讲这个故事。所以你想讲，应该是一个人体实验啦，就是伊感觉边仔是迄个医学院的学生，用伊来做一个研究的迄个，大家伫看伊去用挂巴肚，看内底的构造是啥，这是伊想的啦。但是伊迄个过程就是安尼，但是咱无法度想象嘛，因为咱拢有听，比如讲咱听到啥物纳粹原来做人体实验，讲，但是咱嘛无法度想象咱伫台湾会发生即款的代志，这是欧阳文做有的。过来是讲迄个访问讲，咱拄有讲到迄个遗书展的因孙女即个遗书。摕倒来的过程吼，伊个遗书内底，佫有一件吼，我嘛是感觉很有感触啦，因为伊个遗书内底拢是咧写讲，我足怀念我甲你去啥物所在，捌跋桮，还是捌啥物，那对咱来讲是真简单、真普通的代志，但是伊为啥物要伫伊写？
伊最后要死之前要写这代志，因为伊连这简单的代志拢无法做，所以伊就想要做这代志。过来陈新吉先生，陈新吉先生，这是阮第一出的人权戏剧座谈。陈新吉先生，伊是第四通过选者，伊关了5年，因为伊定定去迄个超市的报道社，阮刚开始熟悉，都定定看到一个阿伯，头毛拢白啊，规个面拢是妖魂。你会感觉讲，这个人真正受足侪苦难的迄种感觉。但是后来听伊讲嘛，伊嘛是真正受着遐尼侪苦难。如果大家有机会，通去找一本册，叫做《马鞍城的春天》，你他直接上网去找，迄个封面迄张相片，你就他理解着我讲的迄个沧桑感。伊真正你看伊较早的相片，伊迄本册有少年的相片，甲伊向我转来了，完全无共款。咱就他去理解着讲伊向我的时阵，迄个心情是啥物吼？这是真心一伯伯，伊伫今年5月，就是阮伫宜兰的春日港凌晨过身去，伊78岁。伊是一个真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伊讲，因伫内底吼，因伊耳仔足大，一对耳仔足大的吼，所以因伫内底时阵拢甲这个男友开讲，就是讲，咱若是有人他活出去，咱就要去讲逐个人的故事，甲逐个人的故事讲出来。你若无讲，咱伫内底发生啥物代志，大家拢毋知，所以。活出去的人，你就要去讲，把阮的故事讲出去。那伊就有一个脸书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Facebook 找陈新吉，伊的脸书顶悬有讲足侪过去的受难者的故事，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陈新吉。伊伫内底吼，伊嘛是甲足侪人关注会，比如讲甲西联店，是甲迄个魏廷朝，然后等下我发现，伊上出名的吼，就是讲，因为我讲伊是一个足出名的基督徒，但是伊入去内底，伊就是。一直向评向拍，因为伊去内底了后，人就问你讲，你是毋是安怎？你是毋是参加啥物？你是毋是共产党？伊我认为就是无嘛，所以伊拢一直讲无。但是内底人就感觉你足无配合的，所以定定去互修理。有一工修理，咱真正是足忝命，足想要死，就是规个目屎流真正无想要活。伊就听到一个声音，甲伊讲。你身上的苦难，是我听你的记号。对伊来讲啊，迄是上帝你甲伊讲话，伊怎有活落去的勇气吼？所以阮的书题名叫做《爱的记号》，上帝听伊的记号。好，过来咱讲到陈梦和。陈梦和伫人权中间的过程的工作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伊本身是学美术的，伊为虾米去互乖吼？咱都会伊讲成是伯伯，因为伊是去互朋友看的，就是伊讲有一天，伊甲伊的朋友，高中的好朋友，足久无见怎小少要过年嘛吼，要去行村。要去啉春酒，结果啉春酒了后，怎做阵先向伊咱就问伊讲：你今年是毋是有去倒位，甲人对伊咧用词是讲，是毋是去开会？讲无我就是去啉春酒，你开讲尔。伊就甲讲，三民主义
是不是有讲2个人以上聚在同一个地方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开会？陈希吉就讲，是安尼啦，不过阮嘛无司仪嘛，无啥物，所以阮无说你规个都即个都甲设落去啊。我讲你就是去开会所以伊就是因为安尼，伫遮的艺术手的人吼，有一个人甲即个案件有关系，所以就甲全部人拢偷入来。伫迄个年代就是安尼，有一个新老师讲亲像一挂肉粽，规罐拢去互赶入来。不管你甲这个代志有关系无，只要你甲有关系的人有计较，还是讲有讲话有交往，你就会去互引入来。伊就是其中一个。陈新奇、陈梦和嘛是类似的状况，但是陈梦和我较可恶的是，伊有一个学弟，甲伊教学校。大家敢有听过啥物叫做职业学生？这个学生，像马英九较早就是这个学生吼。职业学生就是我伫学校内底，咱头讲伊就是要袂啊啦吼。我伫4月去教人几万安尼，伊有一个学弟就是安尼吼，伊就是去互学弟航海。第一件是因为伊想要去中国，迄当阵伊有一个老师是中国人。这个老师就甲伊讲，你通去中国读大学，我通帮你介绍，去中国发展会阁较好。伊怎听伊老师的话，要坐船去中国，结果就去互扣落来，因为去互迄个学弟了白啊，去互伊报关怎去互甲伊关，关几个月了后才阁放出来，因为咱拄仔讲伊是去互牵连的。因为伊迄个去互牵连的迄个案件，主要的迄个人在逃，袂抓着，所以想讲甲伊放出来了，看伊会甲即个人会有计较嘛，会有相见无？他我去抓着即个主要的，但是后来无。结果，但是第2摆我去互抓去关啊，关15年，吼。伊伫绿岛吼，因为咱拄仔讲伊有美术班长嘛，所以伊伫绿岛，伊嘛会晓翕相，伊较早嘛开翕相馆，因为伊老爸开翕相馆，伊嘛有开翕相馆。伊有即2个专长，所以伊伫火车岛的时阵吼，咱定有迄啥物照相兵啊，是啥物有技能专长的这种兵，拢会受到较好的对待，因为。伫即内底，就国语会晓，是讲无几个人会晓。伊伫火车岛算是较好运的，但是就是大部分拢伫画图、画布景，因为有当时会有表演嘛，戏剧表演，还是啥物表演，伊画布景，还是海报比赛。伊讲海报比赛，大家拢摕第1名，为虾米？因为你就是甲小朋友是甲迄个蒋介石画甲足大个足有气势，你就会得第1名。迄当阵的海报比赛，咱拄仔讲伊翕相嘛，因为伊拢对厝内请厝内寄迄个翕相的相机、翕相的材料，所以伊保留了足侪甲火车岛有关系的相片。咱即马看到的足侪甲火车岛迄个时代有关系的相片。大部分都是伊，阁有咱拄仔讲到欧阳文，这2个人翕的，因为伊当阵做迄个相片，所以咱再讲，伊对于咱人权过去的一段历史的用的足重要。除了这以外，伊的记忆足好的，因为咱若是要重要的话，咱爱即马的绿岛甲过去已经无共款，但是伊就是用伊的记忆。伊甚至咧，因为伊学美术，伊甚至咧迄个原价、迄个深度，伊拢记了足条的。毋知有法度去做一寡模型，大家有机会去火车岛参观的时阵，伊有一个全区的模型，是一种缩小版的，但是是一个绿岛全区的模型哦。迄就是伊甲遐制作的公司伫甲做的时阵。因为伊足无脑的，所以这个公司就是讲，安尼应该安尼过去就好啊。伊就讲毋是，
才应该凹落去，啊，行的时候过来起来，才过来安怎？咱即马看到的这个模型在，安怎讲这么的仿真。啊，还有另外一个是迄个蜡像，不自由中的自由，伊甲一个蜡像大师合作吼，因为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嘛是欧美术的，咱等下讲到迄个。上尾来看迄个张长美，伊的神仙叫欧阳建华，伊要重建不自由中的自由，这个蜡像吼，咱先解释啥物是不自由中的自由。第一，火车岛的迄个时阵，对伊来讲是足无自由，但是讲有一个时间，伊他去感受到，敢若我有自由啊！你困之前，迄个半点钟、一点钟的休困的时间，迄个是。你通自由活动的时间，所以有的人会伫遐行去，啊有的人会弹吉他。为啥物会有吉他？你知无？家己做。所以你知迄内底人是国安尼多才多艺。陈梦和先生伊嘛家己做一支迈阿密小提琴，因为送互因妹妹的查某囝，所以伊做一支小提琴。内底就是敢若伊做小提琴尔吼，搁有迄个。胡乃元，一个那个他拉小提琴的吧，还是大提琴？我也记得小提琴哦。胡乃元的爸爸叫做胡心凌，伊嘛是叫很乖，嘛是伫内底做小提琴，搁有搁做迄个天象图哦，星象图，先要做星象图，因为呢，因为因管理遐嘛，伊就需要台湾的。但是唔知台湾第三名好不好，所以就做星象图。星象图你就通看迄个方向，你就知台湾伫倒位啊。用安尼来数量台湾，所以就做迄个星象图。反正你内底真正就是真在吼。啊，咱讲到这个什么做迄个不自由中的自由，伊就是用这个主题，大家你迄个时间，你做遮个敢若有自由的代志。的情形啊，用蜡像给它呈现出来。如果你若去火车岛去，你要去看这个物件，非常的真实。好，过来就是回忆的华尔兹，这是阮旧年演的。啊，今年的金环游台湾嘛是演这出戏，这出戏对我来讲，我感觉非常特别，因为这是你讲女性的受难者的故事，啊，三个受难者，即嘛是。张明阿姨今年已经90岁了。第二条湿水环，第一男子得票前赛，2个人都被枪决。湿水环盛起施明德的医博了，是医博还是？反正伊是有亲情关系吼。啊，第二条，伊是桂桂红，就是进前的临时的。当属长嘛，啊，喜乐岛的主席，阿姨，演这三个人的故事，我写这个剧本的时阵，对我来讲，我感觉是真大的挑战，因为她是女性，但是我是查甫的，所以我要尝试用女性的思考逻辑去想这个物件。对我来讲，我感觉这出戏上困难，但是做出来的物件是。较特别，甲之前做物件较无共款的，希望大家有机会他来看，吼。阮海岛演剧粉丝页顶管有时间表，阮会去选来去基隆啊、桃园啊、彰化、高雄、台南就是去顶窈窕的母校台南女中演出，台南女中有一张顶窈窕树，就是。顶窈窕的故事，好，简单讲，张长美的故事是，伊伫读高中的时阵10几岁啊，就叫掠去啊。啊，叫掠去是因为一件足荒谬的代志，因为伊是功课足好的哦，伊逐年拢做班长，啊做班长伊爱参加一个学生自治会，但是这个学生自治会是学校规定的嘛吼，啊，毋过学生自治会内底的会长。伊有参加一个读册会，
这个读社会是读甲马克思主义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人就叫掠，但是有参加这个学生自治会的人嘛，全部拢叫掠起来。啊，最后就是判12年。啊，长明阿姨伊一直讲我去互关12年，搁100天，因为迄100天是加关的，我12年就出去。但是伊的先生搁较惨，伊的先生我了解话吼，伊是原本关的应该是关3年，但是伊最后关9年还是8年才出来，为虾米？因为因先生是迄当，因先生是中国人哦，大陆人，啊，为虾米伊会来台湾？是因为伊听到迄个10万青年、10万军的号召，自愿当兵，加入国民党来当兵，结果伊去金门做小学的校长，兼做小学的校长，因为伊嘛是一个军人吼，军官，啊，佮兼做小学的校长的时阵，伊就有一个学校，三不五时就来伊学校内底对待小学生讲吼，什么蒋中正有多伟大，我们中国怎么样？就是，然后林来安的每天都对这些小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林来爱中国爱，但是伊就看袂过去，因为伊就感觉讲，啊，这个囡仔搁遐尔细汉，你逐工去甲伊讲遮个是要创啥？有一天伊就去生气诶，过来啊，伊就讲，蒋中正这么伟大，为什么整个大陆都丢掉了呢？因为这句话吼。就去互关3年，就去互一直关8年、9年才出来。但是为什么本来3年会关遐久吼？因为出来要有一个保人，担保人。但是伊是孤儿啊，我就对家落来，我没有亲朋好友可以当我的保人，所以一直关到最后伊熟悉张长美，因是熟悉了后谈恋爱，啊，佫是张长美先出来哦。啊，叫伊的小弟，叫伊的朋友替林晨曦做报，林晨曦再拿出来。这个是整件事情东西就荒谬。但是对张长美来讲哦，他很恨啊，以语讲我很恨国民党，就是只有恨而已。第一天的青春的岁月十几岁啊，对未来有就是会想法。10几岁，咱讲伊功课就好的嘛，所以他对未来有很多的想法。伊就来伊都想讲，他爸爸吼来讲，我想要去读台中商业学校、台中商业学校，我不要读高中，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家人会感觉讲，我赶紧出来食头路，趁钱上好。所以他已经他对未来他有他自己的构想了，但是就用很乖啊。过来丁窈窕是伊甲施水环是好朋友，因是伫台北的邮局熟识的，就是咱即摆的新闻顶迄个大的迄个邮局吼，因较早伫遐食头路。施水环因两个拢是台南人，施水环是后来去遐甲伊熟识，但是是因为邮局的因有一个国语补习班。国语补习班，伊有去补习哦，但是这个国语补习班是邮局家己办的哦，毋是去外口去甲人学的哦。邮局是公家机关嘛，所以因为因去补习，然后这个补习班的老师是中央的干部派来台湾，伪装来假装要来教学的名义，要来吸收一些人，称为共产党。这个老师是中共的干部，但是问题是讲，荒谬的地方是这个补习班是恁家己办的，老师嘛是恁家己找的，你找着中共的人，但是受害的是才会来参加补习的人，但是补习你爱要求我去补习，所以你袂感觉这中间的关系足奇怪的嘛？来因就去嘛是叫人去关。丁窈窕，伊有一件代志是，伊伫迄个坐家的时阵吼，生一个查某囝，她那个时候怀孕，你内底生一个查某囝。为什么要讲这吼？迄个时阵，伫
伫家内底有一个有点像是幼儿园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迄种女性的时候，真是怀孕叫来去关，啊伫内底了生囡仔了，囡仔伫内底饲。乍听之下，敢若国民党真有真性，讲互你内底饲囡仔，但是咱去想的是讲，为什么会发生这款代志？为什么这个囡仔会伫内底？为什么毋是伫外口呢？这是我感觉咱去思考的代志吼。伫内底有足侪，毋是讲伊的查某囝尔，啊后来。伫窈窕传说啦，就是有人讲的，但是我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就是讲，伊叫迄种庆赛去管理员的几来啊，讲你们有特别接见，伊跟施水环两个同一天被带出去枪决吼，讲你们两个有特别接见，迄当初他有特别接见就知影啥物代志啦，因为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接见。知道特别接见这4个字就知道有事的啦，啊，伊就去应对诶，啊，根据说法，伊查某囡仔人家是会话尔吼，伊嘛听到特别接见，伊嘛知影伊妈妈要叫跑出去庆赛，伊就甲伊妈妈抱咧讲，阮妈妈是好人，你莫甲伊庆赛，你不要相逼他，但是就是叫扭开啊，伊讲硬抽因妈妈的头鬃，搁甲安怎，最后是甲妈妈的头发扯了一撮头发下来，这样子，最后被带出去枪决。为什么我先说我持保留的态度？是因为我觉得1岁多的小孩可以做到这个程度，我会持保留的态度。可是我相信迄个伟斌，心酸程度是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状况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张长伟就讲啊，讲伊看到的情形是，伊本来抱伊的查某囝出去，后来伊的查某囝是靠咱足伤心要叫伊抱回来，抱回来了后，互啥物人抱拢一直哭，拢袂停，啊尾来因翁家转来甲这个囡仔带走，然后。后壁是传说，毋知真正电影就是因翁嘛起笑，就有一点精神失常。最后是把这个查某囝带去外国，去美国。那后来就没有他们的后续消息了，这样子。即丁窈窕的代志差不多是安尼。施水环，这3个人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长得都很漂亮，然后拢对未来有真大的想法。施水环迄个，伊有一个就是，伊伫叫入去了，伊写68张的批转去。施水环的资料足少的，但是呢，他对伊的批内底去了解到伊的心理的变化。伊对拄开始吼，第一张批开始了，伊讲足认真的讲啊，妈妈，你莫烦恼啦，办事清明的法官一定会还我们自由的，很乐观。但是第2张、第3张、第4张，开始慢慢这物件就无去啊。但是伊原本是无宗教的信仰，后来慢慢信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心内无瓦口嘛，所以他开始会有需要心灵的寄托，开始信基督教，最后是伊咧庆国前2天写的一张批吼，搁较互人心酸的是讲，伊写互伊阿姊讲，阿姊为什么我囝转去互你做邮种的布料，你毋收，等倒我囝转来互我，我足欣赏遮个布，竟然随意就走了一撮，我一丝也茫想咧转去的故乡，这。读起来是有我俩心酸，对我来讲所以我伫写这个女性的故事的时阵，我感受到一个物件是比写人性的故事无共款的是，对情感的细腻程度，跟女性
大部分啊，当然嘛毋是讲所有，大部分伊想要做的代志是真对咱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真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咱比查某男性的形象，较直看到是我有很大的理想。这个两个的落差吼，对我来讲是比女性的形象看到的一个足大的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嘛是因为这个细腻的物件，这个微不足道的物件，都会互咱感受到其中的迄个使人心酸、使人感动的所在。好，这咱拄有讲到吼，袂记你讲到陈氏一伯伯的妈妈，因两个其实生做足重的，但是吼，咱拄有毋是讲陈氏一伯伯伊咧去互我进前，甲去互我了后，差足济，伊妈妈嘛是，伊妈妈去互对伊去互掠去了后，就开始一直找因后生啊，一直咧找阿家啊，你有看到阮阿家啊无？你有看到阮阿家啊无？后来是。全部就是规个家路的人，全部拢知影这个查某人，就是找阿家啦，迄个查某人。啊，伊回去的时阵吼，看到因老母，伊就讲阿家啦，阿母我转来啊，我转来啊。伊老母就甲看，讲你是啥？我讲我是阿家啦，我真对不起你，我即马甲转来伊就搁甲看。阮阿家啦无遐瘦啊，你毋是阿家啦，开始就摕物件来啃。歹人搁要来掠我阿家啦，歹人搁要来掠我阿家啦。妈妈已经神经失常了。过一阵仔了后，刚开始淡薄仔有第二个这个囝，就开始讲我拢死命去找你，嘛拢无你的消息。过一阵仔了后，你是啥？伊妈妈就是咱讲的迄个找阿家来迄个查某人。好，陈梦和吼，咱特别讲到的是一个，为什么我要做人权戏剧节目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阮会对于咱遮的前辈，咱遮的愿意出来分享故事的前辈的故事开始演，因为遮个人还佫伫个，而且伊佫愿意出来讲，因为有这个人是毋敢出来讲，甚至。咱拄仔讲迄个陈新吉伯伯吼，伊讲伊的同学嘛是叫伊一个同学，伊甲伊出来了后，最近就是可能嘛是前几年吼，小赌，毋是小赌啦，小酒啊，逐个要去带，但是伊的同学行就会停落来，伊讲你小等下，有人伫甲咱对。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抹灭啊。就算没有人在跟踪他，伊嘛是感觉有人伫甲对。真侪人拢安尼，这是迄个时代因所做有的物件，咱无法度去体会，无法度去想象的。好，所以阮想要俾遮个佫伫个佫愿意出来讲伊的故事的人的故事，因为我感觉。希望阮今遮的故事，嘛他互因，嘛也可以带给他们一点安慰也好，我嘛毋知。我希望他有即款的感受吼。后来为啥要选陈梦和先生的故事是迄年吼？搁你想讲要演啥物人的故事的时阵，就听到陈梦和先生过世，去参加伊的告别式，我就想讲。阮较少想嘛啦，因为尤其是这2年吼，足侪前辈拢过身去，这2年足侪哦吼。毋过因为这是阮对阮的能力无法度的代志啦，因为阮嘛毋是拄仔讲，阮嘛毋是遐尼有本钱，遐尼有迄个经济他一直去做遮济，阮靠一年做一出，上济一年做一出，而且我也有补助，有申请着补助阮爸做遮个事，所以阮就拍拼想要做遮个代志，但是嘛无法度，
所以今年我就来演陈梦和先生的故事。希望小提琴是后来嘛有出一本册，迄个绘本吼。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迄个绘本。陈梦和先生伊一句话上出名就是有了空间，故事才能够填进去。所以伊他去中变家的所在，绿岛新生训练处全区模型，还有不自由中的自由蜡像群。好，咱讲的迄个陆球来讲，就是第8中队内底，灰球队吼，他们有12中队，但是还有一个13中队。这个13中队的是第一名，在服刑的过程中间过身去，因那个代替遐，所以有一个13中队的是在伫迄个灰球队过身的人。下晡，张成美阿姨一定来讲一句话：宁可错杀100，也不放过一个。我就是其中的99个，因为迄当阵在我们咱讲反叛分子啊，是遮的共产党，就是用这款的做法吼。傅如芝，伊是一个新竹女中。学生啊，嘛是10几岁，跟张成美应该差不多。然后伊是去，伊原本敢若是判3年，就他出去啊。但是吼，伊内底嘛是有一寡无明记了，就向切菜代志，比如讲写批，你内底袂当写批，袂当，尤其是查某甲查某，袂当写批。写批若是讲恁写一般的单恋爱的内容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诶，足侪底下关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崇尚马克思主义，所以伊有当时啊，伊会理推你管写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抄写写伫顶管。若是讲你收到对方写这款的批互你的时阵，你就会互认为你嘛是共产党。傅如芝就是安尼，所以也被枪决。然后伊要去用带出去进前吼，因为伊有穿一件绿色的毛衣，穿伫身躯顶。伊要去出去进前，伊就把这件毛衣脱落来，摕互张长美，讲拜托你把这件毛衣摕互阮小弟，然后就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了，这样。欧阳建华咱都有讲到吼，欧阳建华因两个因翁仔某啊，因后来是足关心遮个男友出来的遮个男友，因为足侪人，尤其是外省的，伫台湾拢无亲戚朋友嘛吼，无依无靠，所以因会去关心遮个外省的出来遮。过来就是欧阳建华伊的才华嘛，因为伊嘛是画图的，伊都会去画，去当阵伫科学课内底的一些酷刑哦。上面是蚂蚁上树，这个是你的身躯顶淋迄个糖水，把你全身都脱光光淋糖水，把你放伫迄个草地上面，高台就来白啊，它的满身都是的，你要嘎，给你给吼。蚂蚁上树，老虎凳是啥？老虎凳就是，譬如讲咱安尼，这是一个凳子对无吼？咱安尼坐伫顶悬，伊就把你的大腿绑的，绑袂了呢，你就无法度顶动啊，伊就把你的小腿扭起来，下骹放做那个，所以你的骹本来是安尼的无？但是你的脚就会变成非常的不符合人体工学，慢慢一凹起来。可是这个正面哦，不是背面啊，它弯曲的哦，是安尼哦，所以你的脚会变成安尼，因为你就是要改你形，叫你形人嘛，吼。过来坐飞机，
坐飞机就是反手反脚把你绑起来，甲猪仔安尼把你绑起来，啊，就去游街啊，跳到尾后内底的人看讲，你若是无乖，你就是安尼。啊，贵宾快这就免讲了吼，拔指甲就是家己指甲拢绑起来。啊，有一摆吼，你顶咱即个画图的时阵，有一个受难者，伊就走过来看到这张图拔指甲，伊就讲你看，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伊就把手伸出来，他的指甲没有再长出来，没有指甲，没有办法再长。好，湿水环这咱都有讲过嘛吼。你湿水环一定要跳，哦湿水环的故事，湿水环有一个小弟，这个小弟是伫大家读册，因为伫大家吼开始接触到这个嘛，各是注意也是有接触到这个对未来有时代的学法，怎啊参加一个咱讲有点像地下组织的呢？结果，国民党要来甲伊啊，但是伊就逃走去。怎啊走去找因这个湿水环？湿水环迄当阵有一个宿舍吼，伊怎啊倡议因这个宿舍内底倡议天棚，就是天花板里面哦，唱2年，就躲在那个天花板里面躲了2年。有一个故事跟这个很相似的，一个施真如，伊是立出来吼。那个引导是迄个曾阿甲红砖墙吼，因弟弟就甲这个是红砖墙，因弟弟就把这个红砖墙再砌了一面墙，然后因哥哥施真如就是闭这个壁内底，就安尼尔，他只能这样站着，或者是这样侧坐的空间而已。秘伫这个壁内底，应该秘有10几年，后来得了黄疸过世。好，这个故事更悲惨。好听完我这个会长，这首歌嘛是为什么阮这个剧叫做《回忆的华尔兹》？因为伫迄个年代吼，我伫写这个剧本的时阵，看这个女性的受难者的故事，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伫迄个年代，阮上欢喜的代志，就是跳舞、听音乐、跳华尔兹。大家拢讲到华尔兹哦，因为华尔兹是较简单、较慢的舞，所以因感觉我跳这个舞就欢喜的。然后我伫湿水环的遗书内底吼，有看到一段的歌词，这个歌词后来去查，才查到这条歌，跳来我这点位置。这条歌伊用歌词写的时候是写日语，所以这一首歌吼，它有就是翻译成日文，然后有日本人唱。因为迄个时代大部分毋是听外国大部分拢是听外国西洋的，或是听日本的吼。然后就是听到这条歌，这条歌伊的歌词就是对于未来的幻想，对于爱情有多大的幻想。然后为什么要用这个为主题？就是因为咱都有讲嘛，在他们青春的岁月里面，对于未来、对于爱情有很大的憧憬，但是这个时阵都去用掠去啊，然后就没有再回来了。所以我们用这一首歌为圣喜湾的主题曲，用这个回忆的华尔兹来做我们的题目。好，影片精华，咱你我看见吼，咱请大家看，阮较早本阮的演出的影片。这爱
一条阿弟来卡家顶头，落地来吧，滴滴声，滴滴声，谁我都唔知红着了。你害得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开刀，不开刀会死掉。我现在压力好点，那我可废话少说，把他留在病床上。就是因为王总统我看把枪，我想应该把吃，但是压力太大，我的命已经有出，为我是我治疗的，相信从你我的快过来，是的，从我的大脑一路上，好，从土里所生，从土里所长，大地就是我们的故乡。我要去参加战争。下回我是有感情的。本来是要让阮外号亲眼是，因为受到长期的离间苦痛，已经起声。伊就是阮咱时代人开始了，甲咱的兄弟、朋友、兄弟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一个一个确定啊，亲像一挂马子。乌鸦飞，乌鸦飞，秋风吹落地。我问你，我也是白，我呀，我问你，我也是白，我呀，你的名啦，唔知咱所我做一个人怪怪，为丁条，一般我做条名啊，你偏偏咱要甲人无共款，硬要甲伊倒变。安尼，就是听讲要甲条件变落来，这个名，就是咱家己，哎呀，来玩啦！哈哈哈哈哈哈！来呀！你走，你走，你请我囝，你走。哇，你看，你本这公司台要啥嘞？啥事嘞？规日到啥拢想起来啊？那呢？唔知影我爸母讲要小弟小妹，听一个位家人甲头倒出来人讲，国民政府对中国派军队为家人干入来，
不管是洗手器、影像，还是专家大细纪念箱，拢有人来哦！哎呦，你找着人啊？找着人纪念箱哦，一流诶！绝对迄个比本人哦更较水。你们的手续没有办好，麻烦带着身份证和传票到港务局补办。哦。等一下，两位，麻烦这边请。落船的方向敢是回家？我们会带你们搭小渡船，直接到港务局的码头上岸。请。我真正是不知道你在讲啥。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不肯说实话了。进来。好，喂，是不是吓到？喂，华紧。以上就是阮的过去的迄个演出吼。好，因为歹势，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无注意。时间无做了好势吼，后壁足简单的吼，整体设计发想，咱拄有讲到嘛，因为做一出戏，你若要有足好的服装舞台吼，爱赚足侪钱，但是咱有偌侪钱做偌侪代志，所以整体设计发想就是因为无钱，所以用这种方式，用啥物方式？阮叫做家己讲的啦吼，白剧场，啥物叫白剧场？穿白衫。主要是用4个箱仔，4个木箱，用较先默剧的方式，比如讲咱拄仔看到，4个女性因伫迄个裁缝工厂吼，咱无真正无法度有一个裁缝车，所以用默剧的方式，但是，互大家嘛会使理解迄是啥物物件，吼，角色的变换就是点缀性的配件，互大家知影讲角色的改变这样子。然后，对我来讲，枪声是非常重要。有看过我们的戏也来，相信你有被枪声吓到的经验，因为调岗的就是要让枪声这么大声，因为咱所受到的这个惊吓只是他们的
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而已。所以我希望大家伫听到这枪声的时候，可以更接近他们的感受。那因为安尼吼，需要演员很用心的去练习这个动作，练习这个表演，马后观众可以更聚焦在我们的表演上面，而不是很华丽的一些布景或者是服装。好，对我来讲，演这个故事上困难的部分是，因为这是传记式的，所以伊的时间留足长的，这个人的一生年岁足长的嘛。过来就是史料的收集，像阮伫演这个回忆的华尔兹的时阵吼，除了长美阿姨搁伫咧，其他两个其实能够收集到的史料，几乎都拢伫七处里内底看到啊，其他的都没有了。就是我们很想可以再知道更多，更较详细的故事，让大家知，但是他找到的资料就是安尼的。过来就是用比较电影的手法，譬如讲我们会相同的情节演两改吼，像咱拄仔看到迄陈信吉，伊甲伊老母相会迄个画面，阮伫戏头先就演啦，最后故事演甲尾来了，搁演一改，因为时序对伊转来了，开始倒数成的故事。最后又再一次演到，因为你拄开始演，伊甲伊老母相会，你会莫名其妙，唔知影这个情节到底是啥。但是经过这个故事再重新演绎的时候，到了这里的时候，你会更有感触。我感觉这是伫舞台剧内底较使用而且有趣的一个电影手法吼。然后那个狱中幼儿园吼，有一个人物叫做小杨，伊嘛是伫家内底足细汉的，然后参名伊就讲伊足好追的，一个查甫，但是伊的老爸老母都过身啊，老爸老母过身，伊嘛无因厝内人嘛无爱来甲接转去哦，所以呢，伊就叫狱中的一个，咱算是就是算管理员嘛，就带伊认养转去，但是认养转去了，甲啉猪。结果有一天的报纸上面就刊了小杨上吊自杀，这个是很诡异又很矛盾的事情。但是我要把你认养回去，一定是我觉得你要可以来做我的囡仔，我才把你认养。可是有啥要甲你啉猪？我的思考是讲，因为你就是那个犯人的小孩嘛，所以甚至他的本质上他就是有那个高低之分，所以看到伊嘛是没办法用很一般人的对待的方式对待伊，我唔知，这是我的想象，这是小杨的故事。后来就是阮的演出吼，一年比一年的现在的演出都会几乎观众都是满的啦，就是拢会坐满。但是对阮来讲，最大的改变是，较早拢是年岁较大的人来看，但是对今年有最大的改变哦。去年演《回忆的华尔兹》，80%30岁以上的人，不30岁以下的人，80%。对阮来讲是真大的鼓励，对台湾是真好的代志，因为咱少年人开始去关心这个代志。好，最后工商服务，人权游台湾哦，5月到10月，还有很多场，我们现在只演了宜兰场吼，还有高雄，台北有2场，一场伫师大，一场伫东吴。新北市有2场伫人权馆，好。再来12月，蔡水源的故事，今年准备要演蔡水源的故事，爱跳舞的乐暂定的名称，好。然后时间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应该会在12月。蔡水源嘛是有遭受白色恐怖的迫害。好，每年的人权游台湾，不是每年的这。那个海岛演剧的年度创作哦，海恩怀土以2个兄弟甲一个老爸相处的方式去思考台湾的一些事情，和跟思考一寡亲子之间互动的代志哦。
然后每年人群游台湾，准备要演蔡坤林贝贝的故事。好，拜托大家，如果支持我们，帮湾拍照打卡按个赞，一起来支持海岛演剧。如果可以的话，有多一点的那个，就是你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支持的话，也可以捐款这样子。好，让我们可以有。你专业拢会更新咱这活动消息啦。我的粉丝专业海岛演剧，有这个消息。哦，咱甲迄个林团长、林导演、林编剧、林校长条讲节目靠谱啊！因为吼，咱即个我当时嘛是拢有即个甲真侪即个小剧团吼，做伙就是拍拼啦吼，就是有淡薄当然你也唔免啦，因为你的本身台语你就足好啊啦吼，就是有一寡团吼，我相信舞台剧是咱在座。有可能你无一定遐尼食看，但是实际上真需要咱更加去关心的一块，即个艺术表演演出问题，即个足重要的部分。因为各种的戏剧形态吼，咱可能看电影、看电视，还是看网络的一寡物件，拢感觉讲就足有够啊吼。事实上有，若是海岛演剧，其实还佫有其他的小剧团伫无共的所在啦吼，就是讲拢有咧用因的方式要演一寡台湾的故事，毋过。咱志愿这边较特殊，就是讲，伊拢专门伫即个人权即个部分吼，即个台湾人各种的为台湾牺牲奉献的足侪人物故事的即款的呈现啦吼，这是伊的特色。嘛拢坚持讲以台语做主要的即个语言啦吼，所以咱就加来关注即个海岛演剧吼 ，FV 吼，来关心伊的动态。今年拄仔讲的遐活动吼，安尼。一直咧持续希望会当伫无共所在来演出，但是足欠经费啦吼，所以咱希望会当甲即个代志，互大家更较了解会当来关心伊即个海岛演剧佫过啦，即个不管是人权游台湾，是其他的即个戏剧的计划吼。今日时间关歹势，咱读剧就互大家早转去看，咱读看卖啦吼，无一定你会感觉讲读无啥会通，毋过。加减啦，吼，咱就是一个材料，互大家试看卖安尼。当然原本志愿提供的物件，毋是咱即个文艺形式，阮是讲，因为是基金会，长期拢是咧吹杀即个汉字罗马字做伙用的即款台语的书写方式，所以阮有做寡调整啦，吼，讲内容无变，但是咧文字上是汉字甲罗马字掺咧用希望大家早转去看卖，吼，有啥问题嘛是会当甲基金会联络啦，吼。咱有过即个9月份吼的即个讲座，咱9月份是9月初4吼，办款第一个礼拜3暗时是即摆要邀请即位吼是咱知影前23细心大学社法所去互学校决定讲要停招吼，伫即个社法所的即个老师陈正良吼、陈正亮、陈正良老师。伊要来分享，毋过伊毋是要讲高教的代志，因为伊讲伊四季拢咧讲高教的议题吼。想讲要来遮，伊头家要讲另外一个较特别的，就是伊有甲朋友做伙创作台语歌。伊要来小解伊甲朋友所创作的台语歌，所以伊毋是要讲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是啥物即种议题，但是伊足希望会当甲较侪人分享伊啥怎要来甲朋友做伙做台语歌才会背景故事安尼吼，欢迎大家持续关心咱即个台语沙龙有讲座吼，搁一摆甲志愿吼拍鼓鼓励，感谢，感谢各位吼，今摆咱甲大家会照张地因感觉伊嘛拢。